财政部公布新青安房贷1月统计，受理3393户，金额是无到300亿，拢是破上少的纪录。另外，财政部嘛要求银行是要加强查迄新青安房贷买厝，算毋是家己大案件。除了这个情形，因为这贷款即阵真歹贷，一寡买有售厝的是已经开始解约。新青安政策上路了后，房市一时真加压。不过，自从去年央行祭出第7波信用管制了后，房市的交易就急动。财政部统计，1月的新青安房贷状况，受理的户数3393户，月减25.7%，金额是拔到266.47亿，月减是25%，两个拢创单月的新低。有些买盘呢，他可能也会去思考说呢，他要持续的来去做等降价的情形哦。再者来说，1月呢又刚好恰逢年节哦，很多的民众都会去思考在年节之后呢再去做买房，所以这样的状况上面呢，也会让因为整体买气不振哦，而去影响新青安的申请哦。就惊新青安家己大的政策好意互滥善用，财政部去年就推出精进的措施，头一波新青安的查核违规的件数查到1502件，第二波是查到违规73件，第三波的查核也已经展开，因为目前房市的买气较低。部分区域的预卖厝传出解约，统计到去年11月，大岛当中以高雄的预卖厝解约数上济，超过600件；全国预卖厝的解约数累计超过2800件。对买方来讲呢，解约的话呢，你最多要赔付成交总价的15%，所以如果房价没有跌超过15%，而解约的话，对买方来讲是很不划算的。为了拍炒房，财政部也调整好价厝的标准，除了总价要加入单价的标准。以台北为例，即马只要单价每平超过120万，就会获得入好价厝。专家以及部分厝主的税负担也会对咧增加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